实在讲非常光荣，也非常感谢。毋过实在讲，这种应该是属于大家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实在是真正先辈啊，特别伫海外，虽然离开故乡久久，但是伫海外伫外国，佮为着咱家己台湾的语言、咱家己的文化咧拼说。我想大家用热烈的掌声，甲海外特别努力的特别的主办单位大家其实做伙咧拼说，这毋是一个人个人会当做到，实在是众人，实在是众人。拜托大家热烈的掌声，拢甲大家感谢。其实大家努力，若无大家努力，可能台语会无去。然后毋是讲咱咧烦恼。真正即马听细囝、细汉囡仔，特别我伫师范大学教册，学生讲老师你讲的我听不懂，哦，伊讲我足好，我阁会记哩伫早前伫台北有三年小学3年的囡仔，会当英语甲我讲啊噜噜叫，结果讲台语伊听无，我实在是特别紧张，就是安尼来。而且我想今仔日受到即款的鼓励，实在是毋敢当。毋过我要讲的是，咱台湾，恁知影有几个客家的园区无？客语的园区31个尔，31个尔。原住民有几个？42个尔。你知影咱迄个是政府安尼努力出来，用几亿安尼做出来，但是咱的台语文园区。几个？一个，是咱安尼硬经安尼努力。而且我一分钟好，我安尼通讲，因为我会当有1分钟的讲话，我嘛要请大家用甲咱姚嘉文甲伊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实在是伊有足大的帮赞，因为有足济的帮赞，若无我嘛无才调通做这工课，多谢，谢谢。咱真期待。新的政府好啊在，咱会当早远选举上无要顾掉咱的政府，台湾赢咯，咱向大家拍拼。而且我想要阁讲3秒钟，咱头拄仔咧讲台语真欢喜，阁第2句是讲台语我爱你，第3句就是讲台语赞啦。这就是阮台语文园区，你若入来到台语文园区，阮做伙咧讲的3句话。所以伫遮，我想咱拢是共款的心，咱做伙努力。但是今仔日还有足济路咱爱行，大家做伙拼说，感谢。